来啊！就伫上帝的圣所称赞伊，就伫献出伊关联的强创学了伊，就因为伊大关联的作为称赞伊，就因为伊的至尊至大学了伊，所有的喘气的拢着称赞上主，哈利路亚！称赞上主。大家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248首，我的上帝全能君王。请起立唱全首。听着，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被纳到任内受苦，顶11个死败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做赦免肉体甲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大家来交托启文。启文第19篇，也就是诗篇的84篇，我来启，请兄姐做个来译。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愿无上主的殿宇到要焚去。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七鸟啊，伫伊的祭坛边做受。徛起伫伊殿宇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经过一大座山谷，拢变做水泉源。因哪行哪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
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伫你的第2点1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灯牌，伊互咱恩惠甲光荣。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同心啊，头来祈祷。上主万军的统帅啊，阮要坐声来学了你。阮的心情要向你欢喜唱歌，因为你徛起的所在是遐尼互人喜爱。主啊，连赤鸟啊、甲鹰拢伫你的祭坛边找着安息的受。阮即群微细的人，今仔日嘛要伫你的殿院找着灵魂的厝。阮要称赞你无煞，因为你是阮的王，阮的上帝。恩典的主，阮感谢你。因为对你得着快乐的人真有福气，感谢你，互打扫的山谷拢变做泉源，阁有满满的雨水降落，互阮看见你的福气。阮感谢你，因为伫你的鼎点1日，较赢伫别位点1000日。你是阮的日头，照光阮的路；你是阮的灯牌，保护阮的安全。感谢你，袂捌留一项好物，保护行事正直的人。雅各上帝啊，求你按耳孔来听阮的哀求。阮承认，阮有时心情无爱望色安，颠倒行入小人的处理，追求虚华的满足。求你赦免阮无信靠你的心，洗除阮一切不义。上帝啊，求你眷顾阮，束福互你所设立的受膏的，嘛求你扶持阮，互阮定心倒转来你的面前。向你表明，阮宁可伫你的厝内过门，嘛毋愿流浪伫罪恶中。上主万军的统帅啊，求你带领阮向前迈进，互阮哪行哪有气力，直到阮通阁朝见你的面，愿阳光拢归于你。伊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免。赞美，圣乐队今仔日要用5万的道路带领咱来敬拜。
上帝的话，记载伫弥迦书第6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第8节。弥迦书第6章第1节安尼讲：，伫听上主伫讲的话，起来，伫大山面前提出答辩，互小山听到恁的声。大山甲地坚固的根基啊，伫听上主的控诉。上主要甲伊的子民争辩，要控告以色列。我的子民啊，我有对恁做啥物？我有啥物互恁为难？恁来答辩。我有带恁出埃及，救赎恁脱离做奴才的地。我找摩西、阿伦、米利安做头带恁。我的子民啊，就会记得摩阿王巴力的计谋，甲比尼的囝巴兰因伊的话，会记得对实停到结果发生的代志，通互恁知上主公正的作为。我着带什么就近上主，带什么来敬拜至悬的上帝，检定烧化祭，也是一回的牛仔来就近伊。上主敢会欢喜清清食的羊羹，也是万万条溪的油。我敢会为着家己的罪过献大囝，为我的罪恶献我的亲生囝。第8节也是咱的本周金句哦。我先来读一摆，也请兄弟做伙来读2摆。人啊，上主已经有指示你什么是好，伊要求你的是什么？就是实行公义、心存慈悲、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来，做伙来读2摆。人啊，上主已经有指示你什么是好，伊要求你的是什么？就是实行公义、心存慈悲、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弥迦书6章8节，搁一摆。人啊，上主已经有指示你什么是好，伊要求你的是什么？就是实行公义、心存慈悲、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弥迦书6章8节，讲到也是咱敬听的老朋友牧师要向咱宣讲的信息是：万万行显谦卑。请咱同心来祈祷，主愿来到伫你的面前，愿需要你的帮助，踮伫每一日，求你用你的光来引带阮行头前的路站，互阮踮伫任何的环境中间，拢能体会到。主，你是一位甲阮每一个人相同行的上帝。主，也愿你的圣神进入阮逐人的生命，帮助阮哪体会你的心意，也哪会当活出你的见证。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啊，这大家平安。我想顶礼拜，大家人拢咧真关心一项事件，就是踮伫顶礼拜主日了后，大家人拢咧看手机对无？拢咧看有一个人咧爬101嘛，所有的人拢咧看这项事。虽然咱毋是迄个行动的人，但是咧看的过程中间，你有啥物款的感觉？我毋知影，咱大家会对骹底开始摇起来无？大概咱每一个人咧看的时阵，拢有类似的感觉。咧观看伊咧爬的过程，咱每一个人对规身躯嘛开始有一个惊吓出现，然后对骹底开始摇起来。咱咧期待敢会当顺时来完成，但是嘛一方面开始咧烦恼讲，踮伫整个过程中间，敢会发生过啥物款的意外？我感觉这项事真有意思，就是看起来伊是一个个人性的活动。对吧？就是伊家己一个人想要去爬，但是一个个人性的活动背后，却牵起侪人参与踮伫这中间。无论是工作人员，无论是伫
踮伫边仔咧加油的人，也是踮伫手机，也是网络顶面前的咱。一个人的行动会牵起所有的人，其实这都是踮伫咱的社会中间，咱会不断去体会到的。有当时啊，咱感觉讲，一个人的行动，敢真正有遐尼重要吗？但是老实讲，一个人的行动有可能去影响身躯边侪人的决定。咱袂当放袂记讲，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活伫整个社会中间。也活伫一个团体中间，这就是咱每一个人需要面对的挑战。其实教会也是共款，有当时啊，咱踮伫教会中间，敢会袂记哩讲，教会其实对整个社会有重要的使命。教会会当去影响整个的社会吗？今仔日的教会，咱所面对的是基督徒愈来愈追求的是个人性的需要。就是敢若望讲，我会当得到顺遂，我的计划会当得到完成，我会当有好的成就，却袂记哩讲，咱每一个人的决定，拢有可能去影响整个团体。咱逐摆读先知书的时阵，咱其实就是一直受到这个先知所提醒这项事，就是每一个人的信仰无法度脱离整个团体来存在。咱每一个人拢对身躯边的人，其实是带来意义的，以及咱每一个决定，拢会去影响咱身躯边的每一个人。今仔日咱读米迦书，米迦书互咱一个印象，就是咱读多迄句金句对无？读多咱所读的即句金句，踮伫句的翻译，咱读多读着讲，人啊，上主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好，伊要求你的是什么，就是实行公义。心存谦卑，心存慈悲，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咱较熟悉的是啥物？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甲你的上帝相同行。这句金句自古早到现在，咱定定听到，主要的原因也踮伫咱整个长老教会的历史中间。咱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的侪需要。所以，即句金句为真侪无论是牧师也是政治人物为使用的一句鼓励人的话语。当然，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照着金句来帮助，互咱的信仰会当得到进步，会当得到鼓励，得到安慰。但是，如果咱想要搁较理解上帝的心意到底是甚物，咱需要来想看觅。到底米迦为什么伊要讲这句话？到底踮伫米迦书的信息中间，这句话伊要表达的话是甚么？米迦活伫一个甲以赛亚同款的时代，伊甲以赛亚两个人其实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但是因两个人有一个真大的差别。以赛亚活踮伫耶路撒冷的城内面，米迦活伫庄骹。真伫踮伫城内面咧徛起的人，甲一个踮伫庄骹咧徛起的人，因所看到的社会，会是完全无共款的状况。所以以赛亚有当时咧讲的时阵，伊会一直用伊的角度来了解踮伫耶路撒冷城内面，咱需要的是甚物。总是来到伫米迦，咱会发现讲，伊较看到的是侪软弱的人。因实际生活的状况，侪农民受到人的剥削，受到人的压迫，有钱人来抢夺遐个无钱人的土地，伫法庭中间嘛展现出整个社会的腐败，以及统治阶层的侪邪恶，互整个国家陷落踮伫一个真大的危机中间。咱想看觅，一个踮伫城内的人，甲一个踮伫庄骹的人，因一直看到会无共款。圣经将这个话记载踮伫旧约中间，嘛要帮助咱去了解讲，有当时咱看一项事的角度，毋是干那对一方面，咱需要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整个的社会。先知的信息一直咧提醒咱，信仰无法度停留踮伫个人的难处。
咱无法度干那是要追求家己的满足。当伊看到讲，抑阁有遐尼侪人踮伫困苦中间，抑有遐尼侪人因受着有钱人的压迫的时阵，伊清楚知影，一个人的追求会影响整个国家，会影响整个社会，互整个社会烦恼踮伫真大的危机中间。有当时啊，这是踮伫城里的人所看袂到的现象。所以，咱就慢慢会当了解，迄当时啊的以色列愈来愈烦恼，踮伫混乱，也离开上帝的道路。所以，上帝也通过这个话，要来展现伊家己的心意。米迦对以色列讲：“恁着爱来听，恁爱来听，啊，听了后，咱读拄仔所读的这段圣经节，对第一节开始，咱会发现讲。”那亲像进入踮伫法庭的中间，意思就是以色列是受到上帝告诉的迄一边，然后上帝邀请以色列进入踮伫这个法庭的中间，有人告，啊有人被告，啊过来这个法庭中间，搁爱有啥物款的角色？爱有法官嘛，对无？啊过来咧，爱有证人啊。要来告诉的时阵嘛，爱阁有证人。这个时阵有证人走出来啊，咱有看到证人是啥物人无？踮伫遮，伊提到讲，大山甲小山，大地永远的根基啊，遮个拢真做上帝要告诉以色列的证人。啊，咱听到伫遮，咱有啥物款的感觉？毋知影咱讲有想过啊，法官是啥物人无？法官会是啥人？法官嘛是上帝，敢毋是？啊，告诉的人咧，啊嘛是上帝，啊证人咧，证人是上帝所创造的，啊意思就是讲，即场法庭结局绝对是啥物？这绝对是以色列文书的，所以上帝邀请所有的大山、小山来到伫这个法庭中间，来告诉讲以色列啊，恁为虾米要离开我？啊，然后既然咱来想看卖，踮伫一个法庭的中间，若是你是绝对会赢的迄一边，你会用啥物款的态度？若是你已经有把握，你绝对是一定会赢的。可能你会用一个真强势的角度，一直咧讲，恁就是做了啥物代志犯罪，恁就是安怎，不断将遮个人的罪行讲出来。因为已经足明显知影嘛，以色列绝对是有罪的这边。总是上帝踮伫遮对第3节伊讲啥物？伊第3节伊讲啊，我的子民啊。我有对恁做啥物吗？我敢有做啥物来得罪恁吗？我敢有做啥物，互恁感觉为难吗？读到伫遮的时阵，咱就会发现讲，照理来讲，应该是上帝一定赢，所以会当真明确去定以色列的罪。总是来到伫遮，伊所展现出来是伊咧问遮个问题。是我到底捌做过啥物事，互恁感觉为难？我敢有做过啥物事对不起恁无？真有意思的是，应该是真强烈的审判，无想到来到伫遮，伊却用一个温柔的质问来问以色列讲：恁到底是怎样？伫这个法庭中间，米迦嘛对人讲。人的犯罪对别人的不义，其实一直拢有人咧看。这个有人咧看，包括大自然，包括咱身躯边的人，因拢会真做证人。但是人的犯罪上界重要的原因是，人袂记哩上帝到底踮伫你的生命中间捌做过啥物事。这有时是咱上大的考验。当咱的信仰愈来愈追求个人性的成就，愈来愈敢若关心讲
我的病会当得到医好，我的囡仔做的事会当得到顺遂，我的工作会当得到好的成就的时阵，咱就会发现讲，当信仰愈来愈个人，也会造成对别人的压迫，互整个教会团体失去伊真实的力量。所以当米迦提出这个审判的时阵，伊也特别咧讲，每一个人上大的问题是，恁已经袂记哩上帝到底踮伫恁的生命中间捌做过啥物事啊？我感觉真有意思。今仔日的咱，犹原嘛共款，咱较关心的拢是家己的需要，但是少少去体会到身躯边的人的需要到底是啥物。咱较关心的拢是我家己较要紧的事，会当得到完成无？但是咱少少去思考，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减会影响咱身躯边的人。所以米迦的信息一直咧提醒咱，每一个人爱对身躯边的人来负责任。然后，当咱袂记哩上帝是啥人，上帝到底如何带领咱的时阵，咱就会愈陷落踮伫罪恶的深渊中间。所以上帝踮伫遮，伊继续一文讲：我捌带恁出埃及，我捌找摩西、亚伦、米利安做头来带恁。恁嘛有经过摩押王巴力的计谋，甲比尼的囝巴兰应伊的话，佮有对实情到结局发生的代志。所发生的遮的代志，听起来是上帝的控诉，但是伊却是咧帮助以色列来恢复伊整体的记忆。意思就是讲，咱爱会记哩，到底踮伫咱的历史中间，捌发生过啥物事？米迦邀请以色列爱回顾过去的历史，毋是干那听伫过去，乃是因为咱清楚知影上帝如何赏赐互咱恩典，互咱愿意去活出伊的见证，来互身躯边的人领受祝福。这其实是这场法庭的控诉中间，伊所想要做的代志。控诉到遮，总是互人告的人嘛，开始有答辩啊，敢毋是？要告的这边已经将伊的要求、伊的质问全部拢讲出来啊，所以互人告的迄一边嘛开始爱来回应啊。所以以色列踮伫遮，伊也开始咧做回应。伊回应讲啥物？我敢会当带啥物来求困上主？我敢会当带啥物来敬拜至高的上帝吗？着用烧化祭吗？还是用一岁的牛仔来求困伊吗？上帝也是安尼啦。你敢会欢喜清清食的羊羔，还是万万条溪的油？当咱读到伫遮的时阵，我毋知咱有啥物感受。但是即马青年人所咧讲的语言，就是恁敢知影恁咧讲啥？都是清清食的羊羔，甲万万条溪的油，敢有法度达到？老实讲，应该足困难的吧？意思就是讲，对以色列因咧答辩的时阵，因咧回应是：上帝啊，只要你讲一个明确的答案，互阮知吼，阮就是将一切全部拢提出来，嘛不要紧啦。阮就是将一切所拥有的拢提出来。这个背后，因咧表示的，犹原是一款交换条件的信仰。有时咱奉献，有时咱认真服侍，背后拢有一个交换条件的想法，就是期待讲我献遮济了后，上帝会当怎样来照安尼赏赐互我。所以踮伫以色列的答辩，因所听到的重点是一定是阮做无够呀所以安尼啦，上帝你搁讲。你搁讲，阮到底需要啥物？阮会当将所有的物件全部拢拼出来，全部拢拼出来来摕互你。安尼，阮应该都会当
免除一切的罪恶啊吧。我应该就会当照着安尼来赎罪啊吧。来到伫今仔日，这嘛共款嘛。对整个社会中间，咱追求数字，咱尽咱的可能，一直想要奉献，尽可能互数字搁较好看，会当有搁较侪人受洗，会当求着上帝的欢喜。这是踮伫教会中间，踮伫社会也共款。无论踮伫每一个机构、学校、企业，咱拢一直追求的，就是互迄个数字愈来愈好看，追求所谓的 KPI。但是踮伫这个追求的过程中间，互上主所创造的大自然受到影响，因也正做控诉咱的正人。咱所咧面对的是，基督徒看起来敢若愈来愈侪啊，但是这个社会敢会有因为基督徒愈来愈侪变了搁较好吗？这是真实际的提问。就是咱踮伫遮聚会，咱有遮尔侪基督徒，但是这个社会敢有因为基督徒的缘故，咱有感觉整个社会的进步，整个台湾的进步吗？以色列的回应其实甲咱每一个人拢共款的，都是上帝啊，只要你讲，我都会当尽我的气力来满足。颠倒边，如果你若拢无爱讲，阮哪会知影？阮到底爱做啥物咧？遮个人已经失去对稳定的记忆啊！所做一切，敢若是想要免除家己的责任。咱所做一切，有当时啊，只不过是互家己免除受到人指责，毋是真正对稳定出发的回应。莫怪今仔日的教会。看起来有遮尔侪基督徒，但是整个社会并无真正的进步。照着安尼，咱才会当进入到第8节，就是第8节所讲的，人啊，上主已经有指示你什么是好，伊要求你的是啥物咧？就是爱行公义、好人品、存谦卑的心，甲你的上帝相同行。这是米迦交予咱的答案，但是这个答案也是一个邀请。重点毋是咱到底会当做偌济，会当奉献偌济，重点是咱爱愿意向前行，咱爱愿意踮伫每一个时间点做出新的决志甲改变。行公义的义基。互咱清楚知影，重要的毋是制度，毋是体制，毋是所有的程序，乃是好好啊去看到咱身躯边有啥物人是需要的。咱拢会将行公义放伫讲，到底咱有照程序来行无？咱会当照遮的体制来行无？但是却袂记哩，米迦咧讲行公义的时阵，伊所关心的。是身躯边的兄弟姊妹，因受到压迫，因真正的需要是甚物？好人品的意义，也互咱清楚知影，踮伫追求公义实践的时阵，若是无人品，犹原是无完整的。有时咱无想要讲公义，敢若想要讲人品，但是都变成做啥物人敢知？都是变成做一款相怨。咱敢若爱受压迫的人去人品别人，但是完全无讲到底真正的公义是甚物。咱就是无去看到身躯边遐个受到压迫的人，因所忍受的是甚物。总是当咱一直咧讲公义的过程中间，上帝嘛提醒咱，犹原爱存着人品的心。当咱咧讲公义的时阵，会一直要求讲，就是爱安怎，就是爱安怎。但是好人品的意义是，互遐个受到控诉的人，犹原有空间会当活落去。所以踮伫公义甲人品的两边的时阵，上帝才会讲，咱爱用一粒
敬畏的心，甲咱的上帝相同行。踮伫即个慢慢行的即个时阵，表达出家己的谦卑。只要你重视的是疾病，你就会发现你愈行愈紧。就是讲公义就是一直追求公义，就一直照安尼落去啊。一直求怜悯，就是只要去听人就好啊，只要去原谅别人就好啊，你就嘛一直安尼落去啊。但是就踮伫即个公义甲怜悯，有当时哪亲像咧求来求去的过程中间，人才会当发现讲，原来我需要慢慢行。因为一直踮伫即个公义甲怜悯的求来求去的过程，咱无法度遐尼紧，咱是一直咧敲揣。到底上帝所带领咱的这条路会是啥物？所以，当来到伫早期长老教会投入社会关怀，咧引用即句经句所要表示的是，咱所要追求的，毋是单纯的政治行动，咱所一直咧追求的是，望这个社会会当转变，望这个社会会当因为有基督徒的缘故。会当愈来愈活出公平甲正义，所以公义毋是抽象的，公义是遐个互压迫的人得到自由的实践。怜悯是修复踮伫行公义的过程中间所一直会出现的冲突甲受伤，所以通过怜悯，咱嘛学习互整个团体重新搁好。所以，踮伫即个过程中间，咱会当体会到，甲上帝相同行，用谦卑的心，甲上帝相同行的时阵，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所领受的呼召。也踮伫今年，咱的礼拜堂要迈向100年的时间点，咱踮伫遮聚会，咱所排起的使命，就是呼召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学习用敬畏的心，甲上帝相同行。最近我踮伫咧回顾，最近这5年来踮伫东门的服侍，我会发现讲，上帝踮伫东门教会的历史，一直做水的工作。咱的教会徛起踮伫遮，是全台湾唯一。所领受重要的使命就是，咱爱正做四周围每一个学校甲机构的支持。这点伫全台湾的每一间教会中间，咱毋捌看见这款地理的资源。当宣教师看见新老病院、台南神学院、教会公报社、中营中学、中营女中以及咱的教会徛起踮伫遮的时阵，因所咧体会是啥物？当每一个组织踮伫即间教会咧聚会学习信仰的基督徒，会当踮伫遮的机构中间，认真活出恁的使命的时阵，恁就是咧做传福音的工作。若是一个医生，伊好好用伊的文字，也实践基督的疼，去疼每一个受压迫的人的时阵，咱会当清楚知影上帝的恩光通过安尼显示出来。也照着咱中间有侪参与踮伫神学、关心神学院、投入神学教育的兄弟姊妹，当咱尽忠咧服侍，尽忠陪伴遮个上帝的工人，互因无论去到伫啥物所在，拢会当尽心来服侍正教会的时阵，咱嘛搁一摆见证，上帝设立咱的教会踮伫遮，看见伊家己的恩光。照着教育，咱也有侪兄弟姊妹自古早到现在，投入踮伫教育的事工中间，陪伴中学生一直咧成长。当咱尽忠完成，好好陪伴遮个囡仔，好好教册的时阵，咱也咧见证上帝的丰富。也通过咱每一个创作、写作、讲教会公布、做伙咧合作的时阵，咱也搁一摆见证，咱的影响力
会当一直拖到伫整个台湾的社会。意思就是讲，宣教师所领受的异象，踮伫咱的教会中间，伊所看见的事。当教会愈臃肿的时间点，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尽量踮伫咱所踮的位置，好好活出咱的见证的时间点。当咱愈认真踮伫咱所领受的使命，好好去完成上帝所交代的任务的时阵，咱就咧完成福音的事工。所以，同一个意思就是，当咱的教会只要渐渐歪错，也是无搁继续注意踮伫上帝的道理，袂记咧上帝恩典的时阵，咱嘛会发现，这所有的机构也会共款踮伫沉沦的状况中间。这就是教会存在踮伫遮的意义。这条复在的道路是上帝所交代予咱教会的使命，这是使命，也是恩典。特别踮伫这个愈来愈个人化的时代，这句话搁一摆对咱讲：咱每一个人拢爱行公义、好人品、心存谦卑的心，甲上帝相同行。信仰毋是干那追求个人性的满足尔，信仰是咱每一个人爱去完成团体性的使命，或者个社会因为咱所做来得到改变。咱每一个人袂亲像 Alex 共款咧爬102，但是咱每一个人也拢有一个使命，那亲像咧爬102共款。咱是一直咧向顶悬咧爬，为着要完成上帝所交代予咱的梦想。所以，当咱每一个人也参与踮伫即个向顶悬爬的过程，咱身躯边的人会去体会到，因甲咱是一体，咱是做伙咧向前的。这个个人咧追求上帝好调的实现，会去影响身躯边的侪侪人。同款，如果咱所追求的，并毋是上帝的好调，咱嘛会发现，咱对身躯边的人的影响也是大的。所以，通过即句金句，比较爱咱搁一摆，注目点伫上帝所交代的使命是啥物？毋望咱每一个基督徒踮伫家己的位置，会当活出水的见证。互这个社会，互这个国家会当得到成长，互整个世界会当恢复上帝所创造的和好甲平安。愿咱踮伫一步一步向前行的过程，来显示咱真正存谦卑的心，甲上帝相同行。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慢慢行，显谦卑。慢慢啊，你行群山，好起大地的根基，看起来是控诉的声音，却是轻柔的质问。我踮伫倒落，互恁亚善，我减有对不起恁嘛？美细的声音显出人的袂记哩，显露人的远离。历史互咱每一个人无位通秘，着急想要证明敬虔，迫切想要献上什么，却敢若看到你慢慢啊行的脚趾，毋是倒撇，乃是心中正义；毋是软弱，乃是实行不变的疼。慢慢行，显谦卑，是你对阮的邀请。控诉真做提问，咱敢有愿意踮伫即个破碎的世界，心存谦卑，甲主同行？愿咱每一个人会当行公义、好人品，存谦卑的心，甲咱的上帝相同行。
同齐用这首圣诗来成做咱的回应，求主带我甲你同行。咱同心来祈祷，主管来到伫你的面前，通过先知的呼叫，愿也搁一摆体会到，阮所领受的恩典，一直充满踮伫阮的生命中间。总是有时阮袂记你，有时阮也敢若追求家己的满足，却忽略你的心意到底是甚物。求你拍开阮的目睭。互阮看见济济需要软弱的人，求你拍开阮的耳孔，互阮听见受忽略的人的声音。求你使用阮的双手甲双骹，互阮会当实行你的心意，互你的旨意运行踮伫地里，若亲像天里。愿你也帮助阮，互阮每一日愿意行公义、好人民。心存谦卑，甲你相同行。愿你牵阮的手，每一日永远无离开。献上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咱同齐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
请坐。咱来看几项教会事工的报告吼。好啊，这是咱牧家踮伫新春的时阵，咱会提早需要整理踮伫北部的所在的休假的时间吼。所以后礼拜到拜一到拜六，完全计会无伫个吼。张杰牧师是搁刷的一个礼拜吼。所以若是兄弟有啥物着急的事的时阵，有愿会当甲办公室联络，阮会有牧者来三体来服侍，请咱为着一切行程来带导吼。好咱牧者团队的服侍会到伫即个月的月底来做一个结束。敬拜团会踮伫2月22就是最后一个服侍会组织下晡2点踮伫大礼拜堂来举行欢送会。所以若是有意愿的兄弟姊妹也欢迎咱会当做伙出席来参加吼。好，过来咱礼拜三以后也踮伫咱教育大楼这边会当来提春联吼。所以若是还袂提兄弟姊妹欢迎咱会当踮伫遮来领取。搁刷来1月份到3月份新港港的读经已经有送到办公室，所以欢迎咱会当踮伫办公室这边来领取吼。好刷来团契的消息吼。妇女团契的报告，3月7有世界公道日，踮伫咱教会大礼拜堂来举行，所以嘛欢迎咱的姊妹会当踊跃来参加。妇女团契也踮伫3月19要举行蓝皮火车灵修一日游吼，所以若是有意愿想要做伙参与的，咱团契来报名吼。好我就做以上遮的报告吼。落尾来吟祝福册签的诗歌，圣诗第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有时说，请牧师为咱祝祷。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正大家三地地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